面對現代戰爭形態甲複合式災害威脅，今年演習採靈車管制，並強化警報發布避難疏散等情景，提升演練逼真度，驗證全民防空應變能力。宣導民眾在演習期間一定人車管制，並且開放防空避難處所，讓民眾進入避難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們演習期間各營業處所都停止室內外的活動，業主跟顧客他會去尋找堅固而且遠離窗戶的地方。演習期間，市民不論是在地下室，也或是避難場所，攏會當依照指示快速完成防空避難，展現良好秩序，也反映出全民防災、防空意識持續提升。不管是里長，不管是車站的站長，不管是我們的民防，不管是我們的義警，甚至我們的警務人員，其實大家都非常認真用心的把這個演習做好。目的不是為了分數，目的是為了在個操作熟練，將來如果碰到天然災害或是城鎮振興防衛需要的時候，能夠順時，能夠正確到位的把這個避難工作做好，能夠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。阮特強調，人口100年無戰事，袂當一日無戰備。只有平常做好防災準備，才會當佇突發狀況發生時，將生命財產損失降到上低。市府也將持續充實防災設備，打造更加安全、兼具韌性的台南。但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